立法會選舉直接關係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，同香港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、長治久安，係關乎你我、關乎每一位香港市民嘅大事。等我哋一齊履行公民責任，以實際行動投票選出你認為有能力、有擔當、有熱誠、勤奮服務市民嘅賢能人士，擔任立法會議員，為香港嘅良政善治、經濟發展、民生福祉出一分力。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，127齊投票，耶！